是魔宗的人。魔宗怎么会来云州？这可是云州城啊！对不起，兄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小娃娃不小心，海涵。都叫兄弟了，那还说啥？一件衣服而已。哎，那不行，多少钱？我赔你。也就值一条命。多可爱的娃娃，真是罪恶。哟，来了个替死鬼！我不杀无名之辈，报上名来。剑仙李七夜，剑仙大哥，快跑！我靠！大哥居然能和剑侠打成平手，真是跟对人了！幽灵鬼手，你是第7修罗，见面！猜对了。大哥，你藏够深啊！连剑仙都不是你对手。蠢货，这个是假的，不仅是个假剑仙，还是个假爷们儿。别过来！大哥，你享受完之后，我也想尝尝。放心，人人有份。神！抱歉，手滑了。快跑啊！他是7大修罗，9阶剑士。我要把你砍断4肢，做成人质，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无上剑域，动！一瞬千机。什么？闺女，回去做饭了。一息之间，千机瞬至，这就是一瞬千机。天底下会这招的，只一人，剑仙李七夜。剑仙前辈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拜他为师。我手里是什么？让姐姐猜猜，是鸡腿。猜对了，小豆包不，爹给你带了大鸡腿，给你长身。是补身子。哦。江河，你干什么？你贵为宗门圣女，岂能吃这些凡人的肮脏吃食？小屁孩，别拿这些垃圾给圣女吃。对不起。你吃丹药都吃肾虚了，得多吃这些鸡鸭鱼肉。胡说八道！经常起夜吧？哎，追云，我不知道这个厨子在说什么。臭阿七，江河师兄是我宗第一高手，怎么可能肾虚？二小姐，我又没说错，这面相一看就是纵欲过度。顾少侠可不敢再过度双修了。放屁！你敢毁我名声！好了，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宗主，杂役都退下吧。你们跟我进内殿。追云，人呢？带进来。妙空空，当年你偷走3大神兵之一的伏魔剑，藏在西南大山之中。说，神兵藏在何处？我见你们一个个印堂发黑，气血虚弱，怕是死期将至了。贱人！废话，快老实交代！别审了，
圣盟下旨，我们不能私自审问，命我们7日后将人押送到圣盟，由9天圣女亲自审问。凭什么？人是我们抓的。圣盟下令，谁敢不从？不就是怕我们得到伏魔剑，威胁圣盟地位？好了，不能再说了，准备准备，明日启程。可如果魔宗派出7大修罗抢人，我们该如何阻挡？没错，现在到处都在传，魔宗已经出动了第1修罗，是要抢回妙空空。第1修罗，那个一剑灭了神隐宗的天人境大能八荒神荼，能一剑灭宗的天人境，我们所有人一起上，也不是一合之敌。爹，不能去。没错，我们凭什么为了圣盟去玩命？9天圣女口谕，7日后若是赶不到圣盟，便是有异心，皆以通敌论处。欺人太甚，还不明白吗？圣盟让你们走上的是一条死路。小翠别怕，这7大修罗全是我的手下败将，七哥保护你。臭酒鬼，喝点酒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了。宗主，我有一计，圣盟在北边，我们只要反其道而行之，往南走，经一线天，转水路，在北上，主打一方，出其不意。哎呀，江河哥太聪明了。飞也飞也，走一线天才是死路一条。去圣盟有7条路，除了一线天，6条都要经过魔宗的地盘。傻子都知道你会走那里，自作聪明。小崽子你！况且昨天爹爹带小豆包去樊城买米，那里全是从一线天逃出来的难民，一线天早已失守。昨天，樊城离这儿有1000里，你爹一个不能御剑的凡人，日行千里。就算御剑，这速度，怕是9天圣女都做不到。就这臭酒鬼，走直线都够呛，还日行千里。小崽子，满口谎话。哼，不听小豆包爷，吃亏在眼前。今日吃的米确是樊城的冲河稻香米，难道？别喝了，我花费了1个大鸡腿帮你和追云姐姐搭桥，你却不知道珍惜。去，瞎操心。唉，咋办呢？你这副样子也太难嫁出去了。说反了，男娶女嫁，把你娶回去也太难了。又错了。严加看管妖女，明日出发。是。阿七，等会儿去内门禁地打扫一下藏经阁。是，宗主。爹，你为啥好好的剑仙不当个厨子？因为你爹是人，不是仙。啥是人，啥是仙？有牵挂的就是人，无牵无挂就是仙。牵挂是什么挂？爹的牵挂是什么？丫头，别乱跑，这可是内门禁地。哦，都贴上了，不会有事。这9把伏魔弩乃是护宗神器，只要非本宗的高手一踏入禁地，便会触发相应的弓弩。1阶剑术触发1号弓弩，9阶触发9号弓弩。阿七，你会触发几阶的弓弩呢？毫无反应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不是，全都触发了，这可是9阶之上的大能才能触发的绝世神兵。老狐狸，是我。吓死我了！没事吧？宗主，刚才我扫着地，这剑突然就飞出来了，
只差1寸，我就被射死了。怪我，这诛仙弩常年不用，出了差池，差点误伤你。真会演。爹也差不多。阿七，我秦家待你如何？千秋老怪这毒还真是烈啊，3日之内无法复原。鸡腿，小豆包，再忍忍，爹去给你找吃的。你们怎么不回家啊？姐，快走，多脏啊，太臭了。我们没家。那就跟我走，我带你们回家吃饭。当年我刚捡到小豆包，在雪地里饿了3天3夜，是圣女大人救了我们。那就请你陪我们押送魔女，报答追云。宗主，我1000两，小豆包1000两，我们就去。你要这么多钱干嘛？不多不多，这些都是给追云姐姐的聘礼。老秦，等我爹娶了你女儿，我们就是一家人啦。啊！小妮子，这娃娃被我惯坏了，没大没小，宗主恕罪。哈哈哈哈，无妨无妨，童言无忌嘛。我老秦答应小豆包1000两没问题。好哎，赚大钱，赚大钱！那阿七，你的决定。只要宗主不嫌我们累赘，我们就去。好。一个酒鬼，一个小鬼，爹疯了，非要带上这2个累赘。搞不懂。停，爹，马上天黑了，要不先休息，等白天再进一线天。不用，我派了探子探路，等他发信号，黑龙就撤，金龙就……你什么时候派出的探子？出发前就。你当七大修罗是山贼啊？你派探子暴露的是自己的行踪。阿七说的没错，我们可能已经暴露了。姐，你信一个酒鬼，不信江河哥？金龙城墙前方坦途，我们快走吧！不可，爹，必须进！要是误了时辰，圣盟怪罪怎么办？那就进。朱越，不用紧张，这次押送，整个云岚宗的高手都到齐了，给魔宗10个胆子都不敢出手。有江河哥在，就是安心。停！有人。啥时候起雾了？是小六，看见没？我派的探子安然无恙。小六，快把金龙幡收了吧，兄弟们给你接风。血腥味儿。怎么了？快！啊！中计了！快撤！蠢货，现在绝对不能后撤！所有人坚守位置，对修弟子，结阵。是。不错，敌暗我明，若是贸然后撤，打乱队形，就只能任人宰割了。不错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娘。别怕，半个时辰之内，他们不可能破掉结界。什么？一箭破阵？对方有8阶射手。完了！魔宗来了，我们都得死！慌什么？守不住就攻！7阶以上的剑士，跟我上！是。江河哥好帅！我们的大将也不是吃素的。
意思啊？好美。各位官人，可曾见过奴家的郎君？姑娘，你是走丢了吗？这里可不安全。不对，快回来！他是第三修罗，魅魔兰溪。都退下！这种级别的对决，你们插不上手。这就是强者的气场，不愧是我的江河哥。公子龙筋虎胆，可要轻点儿，否则奴家承受不住。放心，我最懂怜香惜玉了。快稳住心神！这贱人的魅术也太强了，定力如我也难定心神。肾虚打魅魔，真是棋逢对手。别反抗了，老老实实做奴家的花下鬼吧。少废话！既然你不解风情，就休怪奴家无礼。追人！大坏蛋！该死，过不去！放开我姐！什么？白费力气。住手！不对！这群人里有高手。追云，我来救你。哇，这么强！怎么回事？如月的剑能上9阶？爹，再拖下去，所有人都得死，撤吧！只能如此了，所有人撤退！小兜包，小兜包，快跟姐姐走！大小姐，拜托了。你呢？先救小兜包走，我只是个厨子，他们不会杀我。我有8阶射手，还想跑？小爱，这一剑至少得死20个！什么？终于走了，接下来可以放开手脚了。全员戒备，这个人不是杂役。随手一掷，堪比9阶射手。这世上能做到的，只有剑仙。我不是什么剑仙，只是一个当爹的人。对于一个爹，女儿就是一切，而名声只会招来你们魔宗无尽的追杀，让女儿涉险。所以，为了小豆包，只能请你们去死了。去死！我好渴，好哥哥，快来帮帮我！别靠近这妖女，再坚持一下，我们马上就要到凡城了。到了凡城，有圣盟接应，我们就安全了。我看见城墙了，加速前进。追云姐姐吃鸡腿，你吃吧，我不饿。小崽子，别吃了！都怪你这个丧门星，才让我们损失惨重。可是小豆包警告你了，不能走一线天，你不信？你说什么？别说了，他不来的话，你们都得死，所以他才带小豆包来。爹还说，爹，
别把你那个废物爹挂在嘴上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爹已经死了。江河，你对一个孩子发什么火？你还不明白吗？就是因为带着这个丧门星，我们才会遇到魔宗，才死了那么多同门。不会的，爹不会死的，他答应小豆宝了，他会来找我。他骗你呢，他现在早就被魔宗杀了，永远不会回来了。他不要你这个丧门星了。顾江河，给我住口！小豆宝不是丧门星，爹不会丢下小豆宝。不准哭，再哭我就把你扔这儿了。魔宗！怎么会？樊城是圣盟领地，怎么会有魔宗？快撤！怎么可能？这些人全是8阶巅峰。这是魔宗的圣坛护卫。圣坛护卫，他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完了。云岚宗各位客人，我家主人有请。爹不能去，肯定是圈套。你觉得我们还有的选吗？请带路吧。这里的圣盟弟子全被杀了。人到了。他是第2修罗，七杀星君。是老二，老二！我不想死，爹，我不想死，快想想办法！这老爷爷好吓人，小豆包怕。跟在姐姐身边，寸步不离。无趣，甚是无趣啊！收拾你们这些废物，宗主居然还要派出老身，杀鸡西用牛刀，不准走！他何时出手的？我竟毫无察觉。这就是第2修罗，9阶巅峰，比魅魔兰溪强了这么多。我们在他面前就像待宰的羔羊，都太弱了。这份差事真是很没有挑战性。老二，快杀了他们！不急，这么杀了太无趣了。老朽多年未出手了，一时技痒，不如玩一玩，解闷。老朽和你们轮流过招，只要坚持3招，就能救1条人命，救自己还是救其他人都行。输了就死。我们怎么信你？老朽是第2修罗，众目睽睽，我要是反悔，岂不是颜面尽失？3招，那我肯定能过。我来。江河哥，你可一定要救我。当然，等我通过了，一定第一个救你。诸位放心，我顾江河定不抛下大家，我会救下所有人。江河哥，一群傻子，要是过了，谁还管你们死活？第1招。2招了，你的剑法我已经摸清了，看来我要赢了。哦，那如果赢了，你想救谁？当然是我自己。江河哥，第3招。什么？这是天阶剑法，七星剑阵。不行！你输了。别杀我！我求求你，别杀我！修罗大人，愿赌服输。你在干什么？江河哥，他替我死了，你不能再杀我了！狗东西！畜生！下一个！
现在怎么办？七杀仙君用的可是能诛杀9阶巅峰的七星剑阵，别说3招，1招也接不住啊！没错，天阶剑法我们根本不可能破解。我认识这个剑阵，爹教过，这是幼儿防身术第9式，只要站在天极位，弓摇方位，剑阵就解开了。幼儿防身术，这里面会有天阶剑法？相信小豆包，爹不会错。给我闭嘴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这小崽子还捣乱！如果是阿七教的，说不定真的可行。追云，你按小豆包说的试试。爹，你还真信那个酒鬼？他肯定是喝醉了瞎编的。那你说怎么破？别无他法，只能试试了。我上。追云姐姐加油！现在刺瑶光，怎么回事？瑶光处没有虚影。快躲开！追云姐姐不能躲，相信小豆包。不管了，小崽子，我姐要是死了，我让你陪葬。第二修罗大人败了，败给一个8阶下。七星剑阵被个小孩破了。追云姐姐厉害，瞎猫碰到死耗子，不听小孩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一个6岁的小孩，居然能破天阶剑阵。阿七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居然被自己的剑法反噬，经脉尽断，魔宗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大人，这是意外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七杀星君叫那个小厮大人，我们要公平，他们输了得死，你输了也一样。不要，我错了，大人，我错了。他死了，只能由小生来做你的对手了。这小厮才是他们的大将。天人境，我和他交手，1招之内必死无疑。所有8阶以上剑士和我一起上，拖住他，其余人赶紧逃！上啊！姐，你没看到吗？刚才那一招，他还是人吗？天人境，在他面前，我就是蝼蚁，死定了，我们全都死定了。神都大人，我愿意投降魔宗，给您当牛做马。想当狗啊？叫一声。只能用这招魔宗4招的神技。追云不可，这是禁术。是秘术，命忌煞诺天人，圣女可真狠啊！这招是以自身全部阳寿、神魂根基为献祭，强行沟通幽冥邪神，撕碎境界桎梏，短时间内暴涨战力，获得足以匹敌天人境的禁忌力量。追云，无以无命，诛邪魔！爹，我只能拖住他半炷香，你带着小豆包快逃！不要，小豆娃要追云姐姐。走啊，姐！爹，恕女儿不孝。怎么会这样？姐姐用全部阳寿为代价，伤不了她分毫。闹够了没有？在哪儿啊？追云姐姐要被杀死了！我求求你，别杀我女儿！再会。
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就跟我走，我带你们回家吃饭。接下来交给我。这人古怪。下面换人。爹，他们说你不要小豆包了。怎么会呢？乖乖乖，不哭，不哭。他欺负追云姐姐，给小豆包揍他。遵命，我们全靠你了，阿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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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酒还没醒。你们云岚宗最后的底牌竟然是个酒鬼！哎呀，这人来干嘛的？耍酒疯吗？这样吧，你们自废丹田，然后跪下给本尊磕3个响头，我就放过你。他还要放过我们，我好怕呀！哗众取宠，滚去把酒再说，别逗我们神荼大人笑。哪来的蚊子？什么？是吗？臭阿七打飞了天人将！我没看错吧？这是阿七？连个剑都拔不出来，就这还当第一修罗？去死吧！无上剑域，吸司天剑域，光剑悬空，生杀硬夺，这是无上剑域。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他们2个怎么一动不动？难道是传说中的意念交锋？他们都被拖进了无上剑狱，外面的人看不见监狱之中的情况。我只把8阶以上的拖进来了，杂兵不配和我交手。来，杀！光剑悬空，生杀逆夺，这就是剑仙的无上剑域，吸司天剑域。既然你猜出了我的身份，就不能让你活着出去了。别小看小生，小生可是天人境。有点本事。不要靠近这2人！这究竟是什么情况？难道那个厨子用了什么妖法？还不用吗？你的绝招正有此意。大人要用那招了，快跑！神阶剑法，刀山火海。哈哈哈哈！好热！哈哈哈哈！这可是天人境都能焚建的炼狱之火，剑仙，就算你有无上剑域，也死破！当年宗主对战的是这样的怪物。玩闹结束了，你可以去死了。
玩闹结束了，你可以去死了。胜负已分。大哥，败了！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死了！阿七杀了八荒神荼，怎么可能？你们的天人境首领已经被我云岚宗斩杀，你们谁还想战？这老滑头挺会狐假虎威。负隅顽抗者，杀无赦。撤！我们赢了！阿七，你打败了八荒神荼，你是我们云岚宗的英雄。圣女，天人境之上的高人，整个中州大陆屈指可数。请问，您究竟是谁？事已至此，也没啥好藏的了。其实，是化功伞。化功伞？化功伞可短暂封锁住穴位，还会让中毒者陷入幻觉。我趁他不注意，偷偷下了药。你们和他交手结束，刚好毒发，我就拿下了。爹可真能憋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就说你这酒鬼肯定耍了手段。哼，怪不得他刚才一动不动，原来是陷入了幻觉。正是如此。但他是八荒神荼，你怎么可能有机会给他下毒？就是我才有可能给他下药。我一个厨子，他根本不会防备。就算如此，化功伞只是玄阶丹药，能放到天人境。天人境也是人啊，不然你们真以为臭阿七能打败八荒神荼？他要是这么强，甘心当了7年的厨子？的确，说到底还是靠我们。这个小人不过坐收渔翁之利。没错，要不是江河哥和魔宗真刀真拳拼杀，哪轮得到他来捡漏？要说英雄，江河哥才是英雄。顾江河，你不是投敌了吗？我那是计谋，虚以委蛇。好了，打败魔宗的是我们云岚宗所有人的功劳。没有阿七急中生智，我们如何取胜？我们快出发吧，去圣盟见圣女领赏。终于到了圣盟，我们马上就能见到九天圣女了。打败第一修罗，我云岚宗将一跃成为天下第一宗门，我顾江河将名震天下。云岚宗的各位贵客，圣女命我来迎接诸位，这妖女就交给我吧。有劳了。诸位，请随我入宗。这个圣女押送的时候不帮忙，现在开始摆谱了。臭酒鬼，这里是圣盟，待会儿小心说话，别冲撞了九天圣女。是，二小姐。这些人最低都是7阶。屋顶那4个全是9阶巅峰。这就是圣盟，在云州百年难遇的9阶，这里到处都是。爹，他们的衣服都好漂亮，小豆包也想穿。都是些俗物，爹给你做的这件衣服多好看。我被爹养得太糙了，长娘的事迫在眉睫。不是说这次魔宗派出了八荒神荼，这群人怎么毫发无伤的到？那可是和九天圣女一样的天人境，这些乡巴佬究竟怎么逃出他的魔掌的？难道他们通敌了？哼！所有人向我看齐，记好了，我叫顾江河，云州陈家嫡长子，大魔头第一修罗，天人境的八荒神荼我杀的。他说什么？他杀了八荒神荼？就他？怎么可能？江河哥，这点修为也敢撒谎说打败了八荒神荼？老实交代，你们是不是通敌了？你怎么回事？
我们是贵客，你竟然刀剑相向！贵客，我怀疑你们不过是一群欺世盗名的小人。话糙理不糙。老三，不得无礼，这些都是师傅的客人，让楚宗主见笑了。我这个师弟骄横惯了，无妨。好帅！大师兄，我觉得三师兄说的有道理。我用我的青铜看了，这些人绝无斩杀天人境的可能，肯定是和魔宗狼狈为奸，八荒神荼才放他们来了圣盟。就是这个杂役，虽然毫无修为，却处处透露着古怪。既然如此，就让我等试试你们的身手是否货真价实，一试便知。4个9级巅峰，我们绝无取胜可能，总不能让阿七把他们全毒翻吧？不得无礼！你们4个将云岚宗的客人请进来。是。这些全是修仙界的大拿。我要是有朝一日能坐上这两边的位置，我陈家就能一跃成为世家大族。一群乡巴佬。云州一直是中州大陆最弱的存在，这些废物要是来我院，连烧火做饭都不配。这么多年了，圣盟还是这般装腔壮实。爹，快看，是金子！别瞎指，丢人现眼。走的时候，爹给你带点回去。爹不是说偷东西是不对的？谁说是偷了？圣盟每年从各地收那么多供奉，拿他点金子怎么了？这叫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这两人居然想在圣盟偷东西，阿七果然不同凡响。请问是何人打败了八荒神荼？禀圣女，是小生顾江河。如此年纪便能为民除此大害，陈少侠真是年少有为。圣女谬赞，江河惶恐。圣女，此事蹊跷。八荒神荼这魔头可是天人境，怎会被一个9阶打败？安静，秦宗主，此事当真？虽不知原因，但阿七却不想暴露自己实力。江河是我宗大弟子，却在此行立下大功，但能打败八荒神荼，凭借的是我全宗上下共同奋战。宗主所言极是，若非师弟师妹从旁相助，小生也难以打败八荒神荼。这功劳也有大家的一份。羞羞羞，不要脸！按说你们立下大功当赏，但如今外面流言四起，说你们恐有通敌之嫌，才能安然抵达圣盟。我等绝不可能和那魔宗有染，请圣女明察。云岚宗是名门正派，我自是相信诸位，但要堵住悠悠众口，也非biz事。若诸位不说出实情，便只能先收监，等候调查。你们圣盟什么意思？我们9死1生把魔宗妖女送过来，你们却要监禁我们。追云还是这鬼德行，哼！要不干脆灭了圣盟，我看挺好。等爹灭了圣盟，就能把这些金子带回去了。圣女，我认为此举不妥。无论如何，云岚宗活捉妙空空，并将其押送到圣盟，实乃大功一众。若是收监，怕让天下正派寒心。有劳，万一他们真和魔宗串通一起，难道就这么让他们堂而皇之招摇做事？那不如这样，马上就是我圣盟10年1届的内门弟子选拔，我等正好可以趁此机会试上一试。若云岚宗有人能入选内门，那么打败八荒神荼也不无可能；若无一人入选，那就是欺世盗名，欺骗圣女，到时再做处罚也不迟。我认为此法可行，云岚宗诸位可愿依幼老之法，自证清白？要通过圣盟内门弟子选拔，至少也得是9阶中品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我拒绝，清者自清，我们不需要自证，我们走。哼，清者自清，好啊，那就让小爷试上一试，你们是清还是浊？追云！赤君，休得无礼！弟子也是见他们对师尊不敬，一时心急才出手。念你一片忠心，为师饶你这一次，退下吧。真是可惜啊！要不是师尊及时出手，
你已经被我的龙焰烧成灰了。秦宗主，你们的决定是什么？是否愿意参加我圣盟的内门选拔，堵住这悠悠众口？爹，不可！我们参加。江河，宗主，圣盟的内门选拔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要扬名立万。若是无人通过，你们可就是通敌之罪。云岚宗不仅会被圣盟吞并，你们还要下狱。你可想好了？不通过，任凭处置。江河，不可莽撞。爹，你要相信江河哥，他肯定能选上。胡闹！圣女，既然顾少侠信誓旦旦应下了，秦宗主，你就不必多言了。是，秦某领命。那我们就3日后的内门选拔上见分晓。老四，带几位下去休息吧，一定要好生接待。是。请吧。乡巴佬，等到了选拔现场，你们就原形毕露了。3日之后，希望你们不要被吓尿裤子。你是怕我抢了你的位置吗？死人要怎么取代我？好漂亮！小豆包以后要住这样的房子。爹，你要好好努力，让小豆包过上好日子。好香。感觉9天圣女阿姨不欢迎我们。别叫阿姨，要叫姐姐，不然这妮子要生气了。爹，你认识9天圣女？我还没得道时，她当过我侍女。当时可不是这副作态，胆子可小了，都不敢在我面前大声说话。那他怎么没认出你？你爹那时还是个英俊的小少爷，和现在那是判若两人。唉，爹现在这卖相，要想让他找个老婆，确实有难度。爹，你觉得是以前好还是现在好？当然现在好。怎么会？你以前要啥有啥，想吃多少鸡腿都可以。和我现在拥有的相比，那些东西一文不值。圣女，追云姐姐，小豆包，谢谢阿七，今日多谢你救了大家的命。小事一桩，圣女客气了。不用叫我圣女，小豆包一直叫我姐姐，你以后叫我追云就行了。对了，你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？你们赶紧逃吧。逃？为何？圣盟的内门选拔极其苛刻，甚至说9死1生有不为过。每年都会有不少绝世天才陨落，以我和顾江河的实力，绝无通过的可能。你是觉得如果无法入选，就会背上通敌的罪名？不错，云岚宗这次恐在劫难逃了。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我不想连累你们。放心吧，有老爹在，不会有问题的。你可是小豆包看上的娘，爹不会让你。这娃娃，真是的。无妨。这是我在云中城银铺的凭据，里面的钱够你把小豆包养大了。圣女，这我不能要。拿着吧，反正以后也回不去云中城了。一旦通敌的罪名坐实，我就要被关到9幽监狱。放心吧，小姐，你不会有事的。3年前你救了我和小豆包，如今我们爷俩也必将护你周全。这个你带着，到时候可保你万无一失。小豆包也有一个，追云姐姐的和我的是一对哦，这就叫定情信物。送给小豆包的是护身符，送追云姐姐的就叫定情信物。哎，你这丫头这么大点儿就油嘴滑舌的，还不是跟你学的。我云岚宗要怪就怪你们手里有师尊想要的东西，不主动交出来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这就是圣盟的内门选拔，这场面真盛大呀！江河哥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你大展身手了。追云姐姐，那几把剑是干什么的？那是圣盟第1位老祖封印的剑魂。剑魂就是一些死后灵魂不灭的强者，按照强弱
分成天地、玄黄人5个等级。这内门选拔就是要打败10剑中的剑魂，打败的剑魂越强，得分越高。哦，那把剑里封印的是什么级别的剑魂？没人知道。据说那剑在那几百年了，还从未有人召唤过里面的剑魂，估计就是把普通的锈剑。参见圣女。圣女大人，云岚宗，本尊很期待你们今天的表现。江河定不会让圣女大人失望。哼。诸位请坐吧。是。左老。臭阿七，今天中州的所有名门正派全到了，你可别丢咱们宗门的脸。知道了，二小姐。参与选拔的共有10个宗门。每个宗门有2次机会，打败人级剑魂得1分，皇级2分，玄级5分，地级10分，天级100分。天级怎么高了这么多？因为天级剑魂十分强大，至今还无人挑战成功。上次开启之起，挑战者只坚持了10息便惨死了。那里面究竟封着什么剑魂？啊！本次内门弟子招收人数为1。什么？往届都是招收3人，此次怎么变成1了？也就是说，只有拿到第1的宗门，可以推举1位弟子进入内门。此举也是为了优化人员，避免滥竽充数。只有1个名额，这么少，这分明就是针对咱们。他是一点生路不想给。前3还有1线生机，第1有中州第1宗门天玄宗在，绝无可能。罢了，看来我云岚宗难逃此劫了。宗主，你是不是得罪9天圣人？你该不会是他的老情人吧？居然敢辱我爹清白！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啊！圣蒙一直想要得到我宗的诛仙弩，那把破弓弩，他们想要就给他们呗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不可，这神弩乃是祖师爷留下的，要是拱手相纵，就是欺师灭宗。这老秦也挺迂腐的。诛仙弩内封印着我娘的魂魄。魂魄？此事就说来话长了。总之，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交出诛仙弩。现在内门选拔正式开始，谁想赢个头彩啊？我来。我要挑战皇级剑魂。大师兄加油！大师兄加油！煞勾魂阵，这5位生前皆是7阶高手，手法出神入化，配合无间，那则屠神无重，绝猛滚身。当心！
云儿。怎么回事？这就死了？这群人就看着人被杀也不出手，这不是比试，这是玩命！陈印宗挑战失败，下一位。爹，你看到了吗？死人了！这就是圣盟的规矩，从来如此。你之前不是支持江河挑战吗？怎么连规则都不懂吗？刚才那人有8级，居然连皇级都打不过，这些剑魂太强了。我要挑战D级。是他，李七夜，是冒充爹爹的姐姐。还是这么喜欢逞强，他对付地级太勉强了。据说地级剑魂连9阶都能杀死，不愧是第一宗门的弟子，真是意气风发。你确定？地级十分危险。少废话。这是传说中的4象天杀阵。识货，4象天杀阵就是当年4大宗主诛杀魔宗第5修罗所用的剑阵。不过放心，这些只是4宗主的亡魂，威力自然也不如真正的天杀阵。好强，这么快就打败了一个剑魂。危险！剑来！不错，用战术弥补了修为的不足。这就是第一宗门，太强了。我上去估计连1分钟都坚持不了。看来这次的内门弟子就是他了。云岚宗这群乡巴佬，估计看傻了。我龙虎宗弃权，有明宗弃权，我们也弃权。楚宗主，现在只有你们云岚宗还没有弃权了，你还比吗？江河，你不是想扬名立万？上吧。我不舒服，我要去出宫。楚宗主，你们到底弃不弃权？比。阿七，放心，是剑仙前辈。剑仙前，够过了。这位姑娘认识阿七。你怎么知道我是？您都用无上剑域了，还能不是？你修为普通，眼界倒是非凡。那是当然。听好了，这里这么多人，不能暴露我的身份。放心，师傅的命令，我一定遵守。别乱喊，我不是你师傅。阿七，这位是酒楼认识的朋友。能让这位姑娘倾慕成这样，阿七难道很有魅力？娘有情敌了。阿七，你确定能打败地级？不是我，是大小姐。我？圣女大人，这地级剑魂对你来说小菜一碟。阿七说的没错，宁愿战死也不能屈服。我没说呀。我懂。我不是这意思。我要挑战地级剑魂。春云，我想说，有我的玉佩，除了天级剑魂，没有剑魂能伤你丝毫。
怎么回事？这小娘们儿修为太差，被剑魂拒绝了。楚宗主，这就是你们云岚宗的圣女吗？连剑魂都召唤不出来。忘了，没有八阶上，地级剑魂不会出来。爹，你快帮帮追云姐姐！都怪你这个死酒鬼，你存心的是吧？让我姐上去丢人。小妮子，你刚才搞那么悲壮，太好笑了。我居然连挑战地阶剑魂的资格都没有。赶紧滚下来！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一个小小的云州小宗也敢和第一宗门叫板，你配吗？我给过机会了，真不争气。看来云岚宗通敌已经可以坐实了。给我出来啊！快出来！干什么呢？磨磨蹭蹭的，别浪费时间了，快认输吧！滚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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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诛仙弩落在这些废物手里，真是暴殄天物。赤军，把他赶下来。我的剑在鸣叫。怎么可能？这个女孩怎么可能引发如此异象？圣女大人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万剑如仆剑主，齐鸣朝拜，这是万剑朝宗。万剑朝宗，这是剑道至尊现世时才会出现的异象，不可能是这个妮子。是谁？究竟是谁引发的万剑朝宗？我只是保持战力，就要用尽全力。好快！姐，躲过了。这妮子的身手这么好吗？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突然就动了起来。小心！什么？这个秦坠云藏这么深，这身手已经接近9阶巅峰了。哼，我娘厉害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居然能一剑杀了地级剑魂！区地级剑魂而已，我给追云的可是天级剑魂。我给这个剑魂施了隐匿咒，除了场上的地级剑魂，没人看得见。难道其实我很强？云岚宗真是卧虎藏龙，这姐姐比我还强。圣女大人，该不会云岚宗真有实力能打败八荒神荼？赤军，过来。遵命。我去，这秦追云好强的实力啊！承让。好，太好了！姐姐太厉害了，我云岚宗从今往后要名震天下了。斩杀地级剑魂成功，云岚宗和天玄宗打平。下一轮天玄宗出战。没想到啊，这个秦追云比天玄宗弟子还强。这下除非挑战天级剑回，否则这2个宗门分不出胜负了。左老，我天玄宗认输。什么？你不再试试？我有自知之明。天级剑魂，除非9阶巅峰，否则绝无可能挑战成功。而且从刚才的表现来看，追云姐姐的实力明显在我之上，我甘拜下风。太好了，姐姐能进内门了。云岚宗可有师父罩着，我必须懂事，给师父面子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等一下。我要代表天玄宗出战。
你已经是内门弟子了，还是9阶巅峰，凑什么热闹？我入圣盟之前，本就是天玄宗的弟子，为何不能替宗门出战？况且天玄宗宗主对我恩重如山，赤君想要报恩，这9天圣女为了诛仙弩，脸都不要了，这弓弩究竟有何魅力？好，赤君为了昔日宗门荣耀，主动请战，老夫佩服。老夫请圣女看在赤君重情重义的份上，恩准其代为主。准了。不过赤君，你是我座下4大弟子之一，就别挑战地级了，直接挑战天级。如果成功，我就成全你的报恩之情；若是输了，便让出位置，别让人说我圣盟欺负一个云州小宗。是。恶心，这个老阿姨好虚伪。太好了，能看到天级剑魂了。赶紧滚开！这就是天级剑魂，这也太大了。这2个不是，他们头上站着的才是。你懂个屁！过来，领死！这么巨大身躯，居然如此之快！那个拿刀的已经猜到了，提前在空中等着。天级剑魂太可怕了，2招就封死了他的所有退路。好强！9阶巅峰和我们的差距宛如天堑。狗宰了，该宰主人了。这样的战斗，只是卷入就尸骨无存了。赤君又有进步，恭喜圣女，这赤君俨然已是中州年轻一辈第一人。搞定！天级剑魂破！太强了！太强了！赤君！万事休矣。圣盟欺人太甚，居然派这种实力的人来参加选拔。爹，怎么办？我不想下9幽监狱。爹，你快想办法呀！小豆包肚子饿了。阿七还如此从容，难道他还有后手？你们输了，来人，把这些贼人拿下！等一下，等什么？你家圣女难道还想破天级剑回？不可能的！既然你们已经没人了，那就已经输了。谁说我们没人了？我们还有1人未上。这大叔谁啊？他叫阿七，是我宗门的厨子。厨子？你要让一个厨子上场？云岚宗疯了吗？连厨子都派出来了。他是病急乱投医了吗？此事已成定局，获得诛仙弩，我圣盟便可继续雄居中州100年、1000年。你们的底牌就是这个极品，快，让他上！我迫不及待想看他表演。阿七，拜托你了。小事一桩，放心。他们还真让这厨子上啊！
这位大厨，你想要挑战哪个剑魂？点兵点将。点兵点将，他是不是喝醉了？没见过这么找死的，太丢人了。点兵点将，点到哪个就是哪个。我要挑战他。那只是把普通的袖剑，里面根本就没有剑魂。他居然以为那把破剑里有剑魂，臭酒鬼！阿七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自然召唤不出来，因为这里面住的可是神级剑魂。什么？快跑吧！难道那把袖剑里真是神级剑魂？1000年了。终于有人能把老夫叫出来了，你就是召唤者？正是在下。这个剑魂会说话？神级剑魂就这一个秃顶老头？哇，这么多人啊，有的杀了。误会了，不是让你来杀人，等会儿你就站好，让我一剑劈了就好。好啊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等一下，别过去。这可是神级剑魂，哼！这死老头怎么看都是个普通人。九天圣女大人，这个剑魂一看就是这死酒鬼找来演戏的。的确蹊跷，剑魂皆不可言语，这个剑魂却能说话，肯定是人假扮的。云岚宗，这里是圣盟，你们把本尊当傻子吗？拿下！赤军，把这个老头带下去，严刑拷打。是。死酒鬼，玩砸了。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别靠近。死老头，跟小爷像。现在的后生真是一点规矩没有。介绍一下，老夫这把剑名叫湮灭。这个剑魂是天人境，他真的是神级剑魂。阿七在干什么？他难道真的想打败神级剑魂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圣女出手了，大家不必惊慌。满天神佛，凤无敕令，9天之威，魔邪皆诛。中看不中用。圣女，连师尊都败了，这就是千年不遇的神级剑魂。不着急，一个个杀。你，下一个。我还没有收过神级剑魂，用什么容器装你呢？真是个酒疯子。师父要出手了。阿奇，快逃！大小姐，郎情妾意，不错。可惜老夫更爱看生离死别。这是大黑天，能一剑诛杀天人境的上古邪魔。这样杀着快些，理解一下。这一剑下来，所有人都得死。大小姐，抱紧我。这剑法。小桃，看见没？这就是我自创的剑法，名叫无上剑域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公子起的名字真好听。少爷，一瞬千金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的大黑天！对付这人，老夫必须全力以赴。这滔天的魔力已远非寻常天人境可比了，就算魔族宗主在他面前，也如同小儿一般。一瞬间，天地色变，仿佛身处地狱。这就是上古的魔王吗？
看来这一战得稍微认真一点了。上古的妖法确实古怪。真麻烦，这神级剑魁还真是不好惹。可是你把老夫叫出来的，现在就叫苦了。再不叫你出来，你就快自己出来了。必须把你当场消灭，不然后患无穷。你想当英雄？差不多吧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仙打架，就算圣女也没有插手的资格。不会错，这金色的真气，这样的剑法，他就是大少爷。无上剑域，南司天剑域。你这后生有点手段，多谢前辈夸奖。阿七，是什么？老夫此生未见此等景象。无上剑域，南10万天兵。此等神通，闻所未闻。能扛住2种形态的无上剑域，你也算亘古第一人了。你输了。看来对付你只能用北了。难道你还有底牌？无上剑域，北天地玄黄。无上剑域，北天地玄黄。又是什么？
花里胡。怎么可能？我的湮灭乃是天下第一剑，怎么可能被斩断？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这把剑超然物外，不受天地道法约束，可斩断一切。那又怎样？老夫是剑魂，只要我真气不灭，就能一直恢复。对了，这招还能和一瞬千机合用。已经结束了。老爹，这次对手是不是很难对付啊？花了这么久。确实麻烦，应该算你爹遇到过最强的对手了。这一剑叫什么？无上剑域。好一个无上剑域！古今千年，天下剑法无一可出其右。老夫活了1300年，今日才算见到真正的剑。哈哈！老夫认输。这逆天的剑法，这背影，不会错，绝对不会错。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被我斩杀，魂飞魄散；第二，这把剑名叫春水，我一直想给他一个剑奴，可惜普通炼魂都配不上他。这是夫人临终前留给少爷的宝剑。如果你肯入住春水，做我的剑奴，我就饶了你。啊！剑奴，让神级剑魂当剑奴。一般的剑奴都是最低阶的人级剑魂，皇级剑魂都凤毛麟角，用神级剑魂当剑奴，简直闻所未闻。爹，什么做奴隶的剑奴？一旦签下契约，成为剑奴，便永不可违逆其主，否则立刻灰飞烟灭。剑魂可享供奉，而剑奴地位地下，除非对主人彻底臣服，否则剑魂绝不会答应。要让这么强大的剑魂当剑奴，就算是阿七也不可能。士可杀不可辱，老夫就算在天人境中也是睥睨千古的顶级强者，你让我当剑奴，哼！还挺有气节，可惜了，你杀孽太重，不能放你回到剑中，只能让你灰飞烟灭了。不过，主人英姿飒爽，真乃是真正的剑道至尊。跟着主人惩恶扬善，庇佑天下，倒也不失为一种好选择。想过你上道，没想到你这么上道，主人都叫上了。能侍奉您这么一位剑道至尊，可是老夫一直以来的理想。主人，请受老奴一拜。这神级剑魂竟是这种性格。小豆包，你放心，以后小豆包罩你。那就谢过小主人了。主人，照看小主人的事儿就交给我。我生前有7个孙女，全是我带大的，带娃这一块儿可谓经验丰富。有这么一个天人境的护卫保护小豆包，以后我也能省心不少。进来吧。少爷，真的是你，少爷，少爷，麻烦来了。少爷，九天圣女叫阿七，少爷，奴婢参见少爷。当年少爷不告而别，奴婢找遍了整个中州。这酒鬼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你们还愣着干嘛？
这位就是剑道至尊、千古第一人剑仙大人。阿七，剑仙。我等参见剑仙大人。剑仙，李七夜，我们云岚宗的伙夫，是传说中的剑仙。大小姐，你是我阿七的恩人，怎么能跪我？剑仙大人，别这么叫我。宗主、圣女，你们永远是阿七的家人，不可见外。完了！我每天欺负的居然是剑仙。众卿不必多礼，平身吧。小豆包，用错了，这是皇帝用的。话本里不都是这么说的吗？让你多读书，少看话本。好了，赶紧起来，我最烦这一套了。谢剑仙大人。剑仙大人，既然您已归位，这圣盟之主的位置，我也当让吧。别！我早就不是什么剑仙了，我阿七只是一个当爹的人。今日我出手，实属迫不得已，你们绝不可把我的身份说出去。听到了吗？剑仙的旨意。听到了。谁敢泄露出半句，我圣盟格杀勿论。是。好大的官威！少爷，收服神级剑魂实乃一件大喜事，我马上让下人准备上好的佳肴，为少爷庆功。有好酒吗？把宗里珍藏上等的好酒全部拿出来。全部？那些都是仙品级。你是没听清吗？师尊，连9天圣女都只是阿七的侍女，原来身份悬殊的是他和我。太好了，开饭了！小豆包要大开吃戒。又乱用成语。我要吃鸡腿、鸭腿、猪腿。再吃真成猪了。少爷，我给您倒酒。满上。师尊真把自己当侍女了，剑仙倒是够格。你吃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我在抢，我等会就不吃，自己吃饭别说话。江河哥，我们以前是不是太过分了？阿七，不，剑仙大人会不会报复？他要想报复，我们都死1万次了。别说了，吃饭。坐没坐下？来喝。来，剑仙大人，我敬您。小祖宗，哎，别动。真的没事吗？这可是神级剑灵。剑仙说没事，就没事。不愧是跟着阿七长大的，小豆包胆子也太大了。小豆包，尊老爱幼，别欺负老头。无妨，老夫生前和孙女就是这么玩的。想不想骑大马？想。真的没事吗？爹，那个弓箭好漂亮。小姐，喜欢就拿着玩。哎，不行，老幼，喝了你们圣盟这么好的酒，不能再收你东西。什么行不行的，都是给孩子的，不能惯孩子。没事儿，这事儿听我的。拉不开。小姐还小，等长大了。简单。小主人，再试试。老夫在突破天人境前可是9阶巅峰的射手，小主人想学射箭，老夫教你。9阶巅峰的射手？我没听错吧？我还以为这天底下唯一的9阶射手青衣人已经是射手的极限了，没想到还有9阶巅峰的射手。这小丫头
以后想没诚意都难。对，真棒！追云姐姐，等小豆包学会剑术，保护你。谢谢小豆包。不能摸我的头，会长不高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摸不摸。这魔头居然也会流泪，有趣。追云姐姐，放心，她抢不走爹的，我帮你看着爹。小豆包，别胡说。爹，追云姐姐想要出去转转，你带她参观参观。我没有。我又不是这里的人。那就更该去了。你不认识路，追云姐姐也不认识路，你们两个一起去，迷路了还能互相照应。什么道理？快去吧。老爷爷说后山有个湖，可漂亮了。你带追云姐姐去看看，你们一起泛舟湖上，风花雪月。哎，越说越不像话了。你些话跟谁学的？画本里都是这么写的，男女主角要去湖边才能。去。追云，一起去走走。快去，晚了好位置就被别人占了。少爷，我陪您。我也要去，我给你们撑船。你们不准去。哎呀，湖上风大，我还是不去了。这才乖嘛。宴会吃了一半，被叫出来送人，真倒霉。抱歉啊，宗主突然来了命令，让我们连夜回宗，还要劳烦二位护送。天玄宗是圣盟最重要的盟友，护送诸位是我等义务。1、2、3、4。这人好高，好壮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拦路？别吵，我数错了。1、2。是个傻子。19、20个，怎么这么多啊？你们人太多了。你数我们人数干嘛？挖坑啊！我要挖20个坑，累死了。挖坑？对呀，我要挖坑给你们埋了。赶紧把路给我们让开！老四，这么庞大的身躯，居然如此灵活，一拳打飞9阶巅峰！所有人撤回圣盟！不准走！你们走了，爷爷要打我，爷爷打我可疼了。他还有个爷爷。小崽子，别哭了。我家孙孙很乖的，你们没有欺负他吧？我家孙孙很乖的，你们没有欺负他吧？是魔宗妖人，全体戒备！老四，没事吧？无妨，我好歹也是9阶巅峰，赶紧收拾完这2个魔宗，回去吃肉。我也正有此意。在这么黑的地方和我打，你可真是不会挑场地。哎呦，小姑娘修炼的功法还挺邪门，你适合加入我们魔宗。少废话，万鬼天牢影！住！好机会，上！不对，别！
师弟师妹，我杀了你！快回来！还好。师兄，一刀杀了7个9阶，还有这口关刀，不会错，这人是魔宗7大修罗之上3灾之一的空山老人。饥荒之灾，空山老人竟是天人境修为，一位天人境强者，还有肉身碾压9阶巅峰的怪人，这根本无从抗衡。动手，不留任何活口！孤注一掷，老四，你我联手，先击溃这名老者。明白。白师兄是4人之中战力顶尖，距离天人境仅有1步之遥。伏魔九剑第一式，双龙。老朽一把老骨头，这般折腾实在吃不消。攻势还未结束。太好了，他已然落败身死。这也太顺利了。刚才这几下真舒爽。什么？我明明已经用尽了全力。老夫脖子这儿疼了好几天了，被你们给弄好了。为了报答，我赏你们2个全息。白公子，救我！怪物啊，全是怪物，而且山顶上那个比这2个还要强得多！剑仙大人，我别叫阿七，别学圣盟这些伪君子，一口一个大人，我听着浑身不自在。阿七，哎，这才对嘛。今天的事，多谢你。谢什么？我也是云岚宗的人，你们要是完了，我去哪儿找这么好的差事？管饭又管酒。你还是这样。哪样？什么都不当回事。也不是所有事情。酒要是没了，我就很当回事了。你呀，这样的时刻真好啊，好久没这么放松了。当圣女很辛苦吧？不轻松，反正但我生下来就注定是圣女了。就不能不当吗？不行，这是我的使命。你今天说诛仙奴里有你娘的魂魄，怎么回事？而且9天圣女为了得到诛仙奴，连脸都不要了。这神兵究竟有何魔力？这世上几乎每个宗门都有护宗神器，可能诛杀9阶的只有诛仙奴。你可知为何？因为诛仙奴存在的意义，并不是守护云岚宗，而是镇压邪魔。诛仙奴里面封印着一个上古邪魔，据说有毁天灭地的大能。他的魔力实在太强大了，导致封印损耗很快。如果不加强，很快就能挣脱封印出来。难道？没错，为了维持封印，云剌宗历代的圣女都会以身使弩。我外婆是，我娘是，几年之后，我也是。为什么非要用圣女使弩？因为血脉，诛仙弩下镇压的邪魔是被我娘亲一族的老祖镇压的，所以只有血脉相同的女性才能使弩。原来如此。历代圣女要用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去维系封印不破，所以云岚宗的圣女都活不过40岁，我也一样。你就没想过逃吗？我要是逃了，那死的就不是一个人，而是成千上万的人。我被从小教训，这就是我的使命。是我就逃了，为了小豆包我逃了。我救不了天下苍生，但我能救他，也能救你。有我在，你不用去。可这是我的宿命。我说你不用去。或许遇见你也是我的宿命。笨死了，这么半天了，一点进展没有。我小岛包要这婚事，今晚就定下来，你快想
主持人真是找对人了，老奴在这一块的经验可比主人要丰富。真的？当然。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只需要一点东风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别着凉，我们快。小孩不能看。真是没完没了了。怎么了？来客人了，不速之客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连我这个老头子一刀都接不了吗？弟兄们，给我冲！踏平圣盟，救出妙空空大人！魔宗妖人，胆敢踏入圣盟半步之地，死！青铜开！是圣盟的青衣人，9阶射手。哦，有点意思啊！9阶的射手，老夫还未见过。我在暗处，优势在我。快跑！是赤军！还想退？你们攻上山门那一刻，就没有退路了。被包围了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吓人。什么？小丫头，你的剑力道不够啊，再使点劲儿。这人是天人境，那就没必要手下留情了。我的青眸可不会放过任何一只老鼠。哭天剑雨，灼热地狱里，忏悔吧！怎么可能？我的焚天没了！好痛！好了好了，喝水喝水。这是什么怪物？你再怪也躲不了我的剑。老三！圣女来了！正主终于来了。将我弟子伤得这么重，你们2个必须碎尸万段。快去大门帮忙！什么人？敢问，妙空空小姐可是关在此处？是魔宗妖人，轩辕界。这就是圣盟内门弟子，好弱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天谴！是白骨幽檀。这招可是专门为了对付你修炼的。你这个畜生，竟练如此丧尽天良的邪术！圣女真是慈悲心肠，
那你要是看到我送你的礼物，怕是会感动得泪如雨下吧？啊！畜生！我要杀了你！哎呀，忘了提醒你了，和老夫过招，分心可是会死的哦。人在哪儿？快走！哦，一个天人境，一个半步天人境，总算来了2个能看的。哼，我2人联手，可是连空山老人都只能落荒而逃，你还不速速束手就擒？哼，别拿本座跟那个糟老头子，太慢了。怎么可能？天人境之间的差距之大，胜过9阶和凡人。整个圣盟，没有能接他在下一剑的人。是吗？你这么厉害啊！有救了！我就知道前面那个是佯攻，主力是你。你这酒鬼还懂兵法？略懂，嘿嘿。居然让酒鬼看守小姐，这圣盟真是可笑。别误会，不是我和你打，是我小弟。这个月下鬼，你能收拾他不？主人说笑了，这种货色，老夫生前不知杀了多少，比杀鸡难不了多少。你说什么？那就好，这边交给你，我去前面帮忙了。请主人放心。这人是什么东西？这世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魔力？如汪洋般。可能会有点难，但请你尽量坚持久一点，不然老夫可能无法尽兴。是你？这个8阶能拦下老夫？少女大人，援兵到了。少女，少女！炮灰可称不上援兵。师父，该死，白骨幽潭太克制我了。老了，稍微活动一下身子骨就吃不消了。孙子，善后交给你了。恶贼，休伤我师尊！老三，那是你父亲留给你保命的唯一遗物，一生只能用一次。圣盟若亡，留着它又有何用？给我死！怎么可能？那可是能射杀9阶巅峰的金剑，怎么会这样？他之前明明没有这么强。我懂了，他吸收了太多真气，让他的肉体已达天人境。非也非也，这种状态的乖孙可是能肉身硬抗天人境的攻击，就是宗主来了也伤不了他分毫。娘别怕，小豆包来救你啦！怪物，你是怪物！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圣盟有你这样强者？才半炷香就受不了了吗？还真是无趣。那就到此为止吧。这又是什么？啊！小豆包！臭老头，你这爷爷怎么当的？让你娃娃欺负我家娃娃是吧？这种状态的恶童被打飞，那人是何方神圣？是个人才，不过怎么这般穷酸样？我乐意。这样，我给你发财的机会，
杀了那个圣女，加入魔宗，老夫保你荣华富贵。对我这么好，老夫活了200多年，见过不少装腔作势的，你算装的最像的一个。像什么？像高手。你就算再强，也绝不是月下鬼的对手。老夫见了他也得绕着走，等他杀光内门，和我来个前后夹击，你觉得你还有活路？原来你在给我活路，你为啥对我这么好？惜才，你的回答呢？抱歉，我拒绝。可惜了，老夫又要杀了一个好苗子了，乖孙。嚯！怎么可能？他刚才一点真气都没动用，完全是靠肉身抗衡恶童。在这中州论炼体之术，老夫从未见过能胜过恶童的。老爹，你刚才那一下太帅了，终于上道了，知道在娘亲面前表现了。一天到晚胡说八道。我又没说错，你和追云姐姐在后山狐狸……小崽子，你……放心，我啥也没看到，我还会替你们保密。你保了个锤子的密！岂有此理！真当我老夫这个天人镜是摆设吗？阿七，小心，快躲开！赢了！有点东西，其实我是一个剑士。如果用剑，魔宗之中除了宗主，无人能敌。这是什么？这就被老夫吓傻了？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了。不对啊！终究是看错了，这点胆量招来过来也没用。不对啊，不对劲，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这酒鬼果然是个废物，连反抗的意志都没有了吗？公子究竟怎么了？哼，不敢还手，那就受死吧！别吵。我动不了。小头包，你是不是又偷藏莲花钱了？我没有。不可能，我算了3遍了，足足少了30文。我拿去买糖葫芦了。你还遮糖葫芦？不要牙了吗？就一次嘛，抠门。我抠门？师傅可真是个奇人，这种时候还能和闺女拌嘴。岂有此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与我这种天人境强者对战，你竟敢心不在焉，简直欺人太甚！看到了吗？这便是老夫的尸山血海。只要死在这血雾之中，你们的功力就会被我吸收。今日你们的血肉都将成为老夫的养料！哈哈哈哈哈！上剑界为天地玄黄。张嘴！你看看你的牙，跟我走，我给你治牙，以后不准偷吃糖葫芦。哦。杀个天人境，这么随意吗？这就是剑仙的气度，我要好好学习。妙空空，你作恶多端，残害正派弟子无数，我要以你的血
祭奠那些死去的正派英灵。你们这些伪君子，迟早会被我魔宗赶尽杀绝。行刑！剑仙大人，请您主持大局，带领圣盟及下属32宗门共抗魔宗。请剑仙出山，为2位师兄师姐报仇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就听好了，这世上从此以后再无剑仙，只有云岚宗阿七，谁再敢喊剑仙，我跟谁急。剑仙大人，阿七大人，好了，当官你比我会当，况且我已经帮你2个徒弟报仇了。可是三灾是魔宗除了宗主之外最强战力，一下死了2个，魔宗不仅元气大伤，还会因为内部平衡被打破，陷入内乱。10年之内，他们不会再作乱了。况且，我还有个不得不回云岚宗的理由。走了，小豆包。圣女告辞了。恭送阿七大人。你真愿意投到我门下？当然，我极擅长烧火做饭，粤菜、川菜、鲁菜我全会，保管把您门下的伙食安排得明明白白。等会儿去后厨报道。是，师傅。你们这次为我云岚宗争得了天大的颜面，圣盟的赏赐都在这里，人人有份。哎，清河宗主，这些虚头巴脑的我不要，您把该给我的辈分折算成银票。好了，赏赐都发完了，现在本宗主还有一件大事要宣布。阿七、追云，你们2人上前来。阿七，此次你数次挺身而出，救我云岚宗于水火，护我宗门上下周全，我云岚豪妙小力薄，无以为报。今日我愿将小女追云许配于你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宗主居然要把宗门圣女嫁给厨子阿七？好呀好呀，秦爷爷英明，我完全同意。小豆包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追云姐姐，她就是我亲娘。哈哈哈，好，小豆包果然通情达理，懂事乖巧。这2个怎么比我们本人还积极，跟亲家商谈婚事一样？秦爷爷，咱们得赶紧挑个良辰吉日办婚礼。我爹的彩礼钱我都提前攒好了，足足300两。婚礼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，只要是来参加婚礼的宾客，鸡腿随便吃，管够。哈哈，好，都听你的。那不如就定下月初7良辰吉日，大婚圆满。不行不行，初7我要去赶集，没空，改到初9吧。初9日子好，我也有空。爹，你还没有问过阿七的意思。我们身份悬殊，我配不上他。是我疯了还是圣女疯了？她居然说她配不上一个厨子。堂堂宗门圣女要下嫁一个普通厨子，还要看对方的意思。追云姐姐，你要自信，是我爹配不上你。小豆包，那你看大婚宴席摆多少桌合适？爹，你们别只顾着谋划了，阿七还没有同意这门婚事。我同意。这世界实在太癫狂了。我不同意。大哥，你回来了。7年了，我都7年没见过我的好妹妹了。放心，有我在。哥，你误会了。爹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要妹妹嫁给一个臭酒鬼？他们2人情投意合，有何不可？就是情投意合，哼，我看他就是个想攀高枝的圆滑之人。哥，你不会也被这小子骗了？我云岚宗历代圣女需要舍身侍奴，你必须嫁一个门当户对之人，以保证我宗门圣女的血统纯洁。想半天我还以为你真是一个好哥哥，原来只是怕我玷污了圣女的名声。难道不是吗？满嘴大义，你要真心疼他，让他别去侍奴啊。你要是再敢在我面前放屁，信不信我把你打成残废，让你这张狗嘴再也说不出屁话。够了，哥，可能我确实没有这种命吧，只能侍奉郎君几年的圣女，确实配不上阿七。这个坏蛋欺负我娘！婚事日后再说吧，宗主。阿七告退。
你不是已经加入北天神教？那可是能和圣盟齐名的组织，怎么想着回来了？父亲，我想借助诛仙弩的力量抵御魔宗入侵。魔宗主力都在南边，有圣盟抵挡，何须北天神教？极北之地出现了一个名叫极夜之王的魔头，将北方的巫妖部落全部统一，如今正要南下。若是北天神教拦不住他们，中州大地必将生灵涂炭。极夜之王，北天神教庇护的10几个宗门全被灭了门，没有活口，死状惨烈至极，竟严重到这种地步。到现在已经有10位9阶强者阵亡，连1位天人境也陨落了。而且从现场的痕迹看，所有人皆是一击毙命。这玩意儿见过吗？禀主人，这是诛仙弩，据说镇压着一个上古邪魔。云岚宗历代圣女以身试弩，是用自己的灵魂之力加固封印，否则邪魔出世，生灵涂炭。剑士可以啊，我想把这封印解开，放出邪魔，我们2个一起把他宰了。这样追云就不用试弩了。这怎么，我们联手都打不过这邪魔？不是，这邪魔我也没见过，不知深浅。不过这封印乃上古大能所设，非蛮力可破。想解开，须得以南巫一族的秘传咒语才行。南巫咒语不错，可惜南巫一族1000年前就已绝迹，咒语也随之失传了。搞了半天，白来一趟。不过老夫认识一人，会此秘咒。是谁？快说！正是老奴。咦，不错，您忘了，我可是生于1000年前。哈哈哈，还真是巧了，还好有你这个老古董。快解开！是，请退后些，这东西出来动静可不小。妖气冲天，禁地出事了！宗主！